我的粉絲今天又介紹了一個我們廣州老鄉給我認識。樂紅，你講一講，今天你為什麼帶我的老鄉給我認識？因為我來到西班牙呢，Lisa是我最好的閨蜜，是我認識感覺最親的人。哦，她又是廣州人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帶她認識你們是老鄉，也是我的榮幸認識到大家。沒有 ，Lisa 呢是今天她帶着我去跑每一家汽配門店，耐心的幫我把我的產品介紹給他們，並且得到了他們很高的認可。廣州嘅老鄉，佢係海珠區嘅，我係越秀區嘅，所以咧嚟到呢度咧，我好高興有粉絲介紹咗一個咁能幹嘅一個西班牙語，正宗西班牙語嘅廣州老鄉俾我識啊！嚟分享幾句。多謝多謝多謝，今日亦都好榮幸有呢個機會嚇，學習下呢個車燈嘅產品，同埋認識到咁好嘅朋友，都係一個好好機會鍛鍊啦。多謝多謝多謝。我希望你能夠將我嘅車燈介紹俾全個歐洲所有嘅汽配嘅人。當然啦，咁好嘅質量，我去到每一間對比就覺得啊，好明顯就好好嘅產品，所以推廣出去呢個冇問題嘅。多謝晒你，你要加油。OK，加油！佢係武漢人啊，佢講廣州話啊，絕對係 OK 嘅。西班牙語而家慢慢進步緊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For automotive lighting, choose CCLOT.